来看台中丰原的圆环东路，沿路上百丛树仔最近互修剪，不过树尾直接切断，引起民众质疑。若讲路桥表示，因为树仔伤大丛，惊树尾去互风吹落去，缀着人，才会整较济。圆环东路是沿路种植是印度紫檀，那因为那个树木高耸那大概3层楼高，那且中央风岛腹地不大，那在台风或风大的时候，可能那个路树可能会倾倒或折枝，所以我们也是因应地方的要求做一个修剪。那这次修剪那个树形过度修剪的部分，我们已经责成厂商后续修剪的时候，要避免这种情形再发生。台中丰原圆环东路上百丛印度紫檀树树尾互剪断，去互批评剪伤济无妥当。公路局表示，因为有民众反映讲，进前风台有树尾去互风吹落去，希望会当修剪，才袂害人着伤。不过，即阵其实无风台，树仔剪甲拢无叶仔，市府是有要求厂商爱改善，避免佮发生这款情形。